話說我有次喺一個小區度見到有條水喉爆咗，猛咁飆水出嚟，飆到一地都係。喺粵語裏邊呢個飆字呢，通常係用嚟形容流質或液體狀嘅事物噴射而出，又或者形容動物快速咁跑。好多人會將佢寫成木字邊嘅呢個飆，但其實呢個飆字同噴射嘅意思一啲關係都冇嘅，佢只係指樹梢引申為標明顯出咁解。喺粵語裏邊，噴射嘅飆其實係呢個飆，呢個字本意係狗奔跑嘅樣，引申為迅速快速咁解。佢喺楚辭九歌《雲中君》裏邊就有出現，原句靈王黃兮既降，飆遠舉兮雲中，意思就係輝煌嘅雲神已經降臨咗一段時間啦，佢突然間好快咁升上雲中。另外喺東漢說文解字裏邊，對於飆字嘅解釋就係犬走貌，從字形嚟睇都好形象噶啦，三隻犬，後來引申為泛指好急好快咁走。到咗現代，呢個飆字仲有噴射嘅意思，我哋平時可以咁樣運用，睇住啊，咪飆咁快，等下撲親就弊家伙噶啦。我係飆哥，講廣府粵文化，記得關注點讚。